台北四面環山，河流縈繞，自然景觀資源得天獨厚，所以新北市特別推出藍色公路旅遊行程，每到假日總係吸引各地遊客嚟到。兩岸美景盡收眼底，令水岸文化同城市風情結合得更加密切。嚟到淡水地區，你絕對唔能夠錯過嘅行程就係探索紅毛城。呢度被視為見證台灣300年歷史嘅縮影，更加係淡水歷史文化嘅表徵。濃濃嘅異國風情，訴說歷史更替，漫步其中，令人有深刻嘅感受。離開紅毛城，嚟到漁人碼頭，仿佛走入另外一個世紀。為咗令到淡水旅遊增添浪漫氣氛，呢度更加有業者推出貼近夢想嘅迴旋天梯浪漫之旅，登上高100公尺、360度旋轉嘅情人塔，隨住景觀塔緩緩上升，成個淡水地區最令人陶醉嘅美景，日日映入眼簾，令你唔會錯過任何一個角度嘅美食。而喺塔箱內部，仲有透明玻璃景觀地板，由腳下向下睇，挑戰你嘅視覺快感。喺觀光嘅帶動下，淡水已經成為一個遊客同漁人交織嘅現代舞台，承載住漁業傳統文化同歷史歲月光輝。喺呢度睇夕陽西沉，浪聲舒緩，小鎮風光嘅樸實可愛，瞬間完整被詮釋。